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罗被美国抓走2个多月了，现在他在美国监狱里的惨状终于被曝光了。他被关在一个不到6平米的单间里，比厕所还小，几乎见不到自然光，每周只能出来放风3次，每次就1小时，出来还得戴着手铐脚镣，2狱警盯着，这待遇连很多重刑犯都不如。而就在马杜罗在牢里受苦的时候，委内瑞拉国内可没闲着。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动作快得很，3月5号就跟美国恢复了断交7年的外交关系，3月7号还给美国总统特朗普写信，说希望跟美国建立长期友好关系。这还不算，又是给美国运黄金，又是准备向美国资本开放国内的石油稀土这些宝贵资源。要我说，美国这招玩的是真绝，一边用最狠的手段把不听话的领导人抓起来往死里整，彻底打掉他的政治影响力；另一边呢，又赶紧扶一个愿意合作的新政府上来，给点甜头，把委内瑞拉丰富的石油和矿产资源牢牢抓在自己手里。